观众朋友，大家欢迎收看10月24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珠。新闻头一条来看，破发现金1万块的网站已经是正式上线。行政院表示，民众通透过5种方式来领钱，对11月初5开放网络登记，包括通用 ATM 领去邮局领，若是特定的偏向，会透过登记做册等等，上紧伫咧11月12就通领到钱。多元管道把握领取时间。总统府23案公告破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是开记者会宣布领的办法。根据公告，领的对象包括国内现有户籍的国民，也有摕到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若然无户籍的国民，也有摕到港澳外籍配偶，只要有居留许可证就会使领。也有驻外公务员，甲因有蓝国籍的惯属，也有马年4月30进前出世的囡仔。怎么领呢？我们这边比照112年的普发现金6000块钱哦，我们采取了5种方式。首先，第一种方式是登记入账。那这个大家一般民众哦，通通都可以在自己的家里的网页去上网官网登记。11月初5开放登记，上紧11月12立效。比照112年破发现金6000块有登记立效 ，ATM 邮局现领直接立效，也有偏向地区特殊族群注册发放5种无同方式。登记网站已经上线，11月初5到初9按照身份证买流数分流登记，11月初10了就无限定。开始登记的时间是11月5号。然后我们有5天的分流，在11月10号之后，任何尾数的号码、任何身份证字号、统一编号都可以在那时候来登记。这边16家金融机构，总共有8家公股行库，然后有7家民营银行，还有1家是中华邮政。考虑花莲光复乡受灾情形，当地邮局将会伫咧拜六加班，方便民众登记领取。司法部也呼吁民众爱任命官方的网站，强调只敢这个站无其他的点。政府未主动发电子邮件或者是简讯通知民众登记或者是领钱，一定要提高警觉，唔通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呢，长期为着非洲猪只，检方介入调查，曾有团贩姓陈的猪笼白仔囝，嘛去到因住的所在勘验，也有保全证据。检方伫咧问话了后，已经甲人请动去了。针对外界质疑讲，敢有因着签着通报，也有捕杀掩埋等等的问题哦。市府表示，这拢是有照规定在办理的。行政院长邓英台昨有去到台中非洲猪只前景应变所，强调讲这防疫就哪像是作战，会甲影响来更加上加。行政院长杜英泰去台中非洲猪只前景应变所时多，也替台中市长罗秀燕加油。杜英泰讲，防疫就是战役，希望用120点钟的黄金时间，做有效的防堵控制。区块围堵的策略跟这个计划是目前首先要做的。结论希望达到的就是阻绝疫情扩散。我们希望这个案件能够是个案，我们要全力的防堵全力的防堵它事态的扩大。最现敢若是非洲猪只饲猪场，随着有几多只猪死亡。14台中市政府去了解，验过兽医认定暂时无符合典型非洲猪只病症，所以无法度强制采检。尾猪死亡的数量愈来愈多，20市府甲兽医师搁再评估了，认定死亡情形是无正常，所以采样送检，2日验出敢若是感染。就咧讨论讲，是毋是有延误采检，检体送检是毋是有照规定？第一次的话，就是说我们也是用高标准，然后就把它当作是我们一般检体在寄送。第二次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是说，因为一个比较紧急，所以我们就是轻送这样。台中市东防处讲，检体伫咧20照规定2遍送检，2月确定结果了，就是启动防疫甲扑杀。一若扑杀了的猪的尸体用台，也互人质疑。农业局强调，一切拢是照规定。台中检方也主动邀请相关单位验伤，也分案调查。先后传讯证人陈姓猪农及其子厘清案情，并至本案养猪场进行勘验。2名证人经检察官讯后，均预知请回。非洲猪只病毒是毋是因为国境的管控有漏空，才自境外入来？也有相关主管机关是毋是有延误通报？相关的责任也该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因为非洲猪这病毒的潜伏期是较长，禁运禁台时间要求长达95天，还有5天观察一届。也若疫情和调查结果无问题，可能都会提早结束。有学者是认为讲，这个基因定组的病毒无出现食垮掉的，亲像出血或者是讲鼻中肿起来的症状，颠倒是甲一般的病症差不多。台北市卫生局甲市场处长员去传统市场检查，国内标出非洲猪这技术案例。台北市到8点检查屠宰证明甲进货来源，未禁止卖来源无清楚的猪肉甲加工品。非洲猪这互全台警戒。第二法院有立委问农业部，即马敢用就确认就是非洲猪这咧？应该99.9%是非洲猪瘟，应该是这样吧？对，以我们现在对于核酸的片段的确认跟序列的确认，它应该就是只剩下程序把它走完而已。对。杨元定署对通报是非洲猪这，农业部表示，其实非洲猪这潜伏期15日，所以禁运禁台加禁止用喷饲猪是要有等到15日。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禁运或是禁用厨余是用以15天为最大的一个管制的时间，但是我们每5天去做一个观察。如果说我们的疫情跟它的疫调的结果，它没有在扩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有机会提早。兽医所也指出，这个基因定组的病毒是东南亚加中国流行株。学者解释，非洲猪只有24个基因型，过去在中国发生严重疫情的是上多第2基因型，这摆在台湾初步发现是第1甲第2基因型定组。在临床无皮肿大，真侪所在出现这个症状，已经被文界怪第1线兽医在第一时间的判断。你解剖看起来就跟普通猪生病很像，所以其实你要第一个时间去怀疑到非洲猪也是很难。我们都是第一次碰到，那看到的情形就跟中国大陆告诉我们的东西是不太一样。李秀辉朴素表示，喷药风险伤过悬，应该永远禁止饲猪。天气部长有1400几个家机关，这摆出动50人次，进行5000多场的消毒。我们设置了24小时的动物防疫专线，以利疫情的及时通报以及处置。发现无正常死亡，就马上通报。即摆在中国车地龙也伫出现无正常死亡了后，通报兽医甲饲虎，不过一开始无采样。农业部表示，车开始发射场就陆续汇报这地场有5批无正常死亡，连较早采检都较袂摊开，因为定数精进的空间。另外，未来发现伫遮出回者的技术症状，拢爱采检。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寡可能有问题的猪到底是拢袂去到倒位，嘛是今麦追查的重点。台中市政府查出有28只有问题的猪，13是伫咧大安肉品市场刣的，有23只是袂去到台中，另外1个有袂去到彰化和嘉义。台中传出好亲像非洲猪瘟的疫情，市场未少卖温体猪肉的打商停止营业。有猪肉通卖的打商是讲进前才进货，因为惊买无猪肉，各地拢有民众透早就去市场抢买。比例会更下降，我会替代鱼啊，然后鸡肉去替代它。啊，你都无连续5天啊，无你就无办吃啊，你咧。马达讲猪仔禁运禁毒，只好同齐休几工啊。好亲像非洲猪瘟的这个养猪场，10月初10至20有117只猪仔无正常死亡，不过业者伫13，还有28只猪仔伫大安肉品市场卖出去，市政府已经知影卖去倒啊。那卖了23只，在这12处台中市的。那个人的话个人户有10处有19只，那公司户的话有2处，有卖了4只，卖到彰化的有2处有卖了4只。台中市卫生局表示，会追查台中市下手袂去倒位，嘛已经通知彰化甲嘉义县政府。它是进到我们县辖内某一家肉品这个商行那已经透过这个分工切割到各个这个摊贩里面呢去已经市售完。有2只在台中的大安屠宰，然后另外有2只是活的，其中有1只他后来觉得那1只不漂亮，所以退回去的。嘉义部分13已经卖完啊，彰化县原有部分卖出去，会持续追查上尾手伫倒。另外，台中市原有针对学校营养午餐，即摆开始禁用温体猪肉，出来的食物嘛禁止包倒转去。需要使用 CAS 冷冻猪肉的产品，并且自即日起禁止使用温体猪肉到11月30号。这28头经过
层层把关，从健康证明书，从图前检查，从图后检查，都是安全的，所以上市是无虞的。大文丁表示，这28只猪仔来源合法，要一关一关监控，非洲猪瘟未人畜共通，请国人唔免伤过烦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出来找观众，做伙来看今日的报纸，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美中要启动第5届业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已经前往马来西亚，打算25、26会和中国官员见面。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花莲马太安溪新的放山潭水流掉去了后，林保署昨讲，这个已经用的消息器也有解除红色警戒。因那入溪堰仔口的放山潭，昨也解除警戒，所来会甲5号街河水豆豆啊流出来。再来，咱来看《联合报》。针对花莲受灾户的安置，第1阶段中介主体是选择的讲好糖厂的员工宿舍，也有大进国小东边的农地，通提供40户，会赶伫咧12月底进前来完成好灾民通好大。这几工仔雨水是真高，代替的冰溪线伫咧回勘了后，确定讲是要等到11月底才会当来修复。因那代替是表示修复进前若等到假日时啊，这火车会往回随风到10分，啊，毋过咧平常时啊都无车帮路。铁基路下骹地基流失，山坪的土石和雨水一直冲落来，早就冲断去，敢若剩一撮点仔角路的变道比前一工仔离棚搁较大，随时有搁断去的风险。趁雨较细，代替敢无单人员到现场会勘，因为崩塌的所在无连外道路，工具机甲土石爱为铁基路送去，估计11月底才当抢修完成。因为那边没有土线、土方啊这些要由铁路再进去现场去施作填补。因应并溪线天开，代替使用公路接驳，有未少旅客来随风车站停候，头一班接驳车差不多拢客满。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提早一点，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上班也来不及，下面也来不及，所以就很困扰。交通时间会差多少？差一两个小时，柯南这几天。代替表示，因应10月24至263天，公布这连续假期，并溪线会行驶随风到10分寮，10分寮到青洞也是使用公路接驳，所来平常时啊也是会全部停开，全力抢修。用公路接驳代替。东北季风影响，台北市山区大水河一直从山区的道路那溪啊，阳明山青山路这搭民家的围墙放弃了后，大片土石甲树瓦阻碍青山路。工作人员无顾伫落雨，出动工具机清除土石甲废弃物。私人的挡土墙坏掉了吼，那这一部分因为它是属于私人财产。那因为影响到公共安全，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找地主来了解。从今天白天、今天晚间、明天白天到这个明天晚间、后天清晨这一段，看起来通通如果是在这种北部、东北部地区，看起来雨都还是会持续的下哦。不过，讲予连假头一天24的水气佫增加，未来一礼拜北部、东北部也佫有东半部，拢也是乌阴落雨、湿湿凉凉的天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央银行要来启动新台票纸票的改版哦，顶一回改版已经是24年前了。因若较罕得咧用到的2000块甲200块，敢会继续出现，就搁来讨论。另外，金价啊，因为改版的效益无悬，暂时是无要改。央行嘛会组成咨询委员会，伫咧改版的过程会来增加公民参与的机制，向防止伪造也有影响发展来规划。已经用24年的5种新台票要改版，中银行表示适时升级防伪功能，要用更较先进安全防伪特点，而且参考国际之间的发展趋势，用更较宽版原物料。金价啊数量侪改版效益无悬，即摆无第一改版。一张3.5增加到1.5的话，大概是增加40%左右啦。总共花多少钱？现在都还没办法评估嘛。200跟2000年，这个流通率这么低，你们还会想要考虑再印制？各国家的那个纸钞2的流通率都不高。对。不过，但是呢，2它是一个搭配啦。央行的校正书设立咨询委员会，邀请生态科技、体育等各领域专家，也来自公民参加机制。有平台关心这面动向是南方国小小棒选手，后边是梅花鹿的500块，是不是该设计？用尽量正是因为梅花鹿保育意义已经转变，会决定设计主题。如果说要换的话，那当然，对于过去的南方国小来说，当然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可是这个是属于政策性的部分。
受种业者表示，新台票的设计比世界各国较无变化，使用率较悬的100块，目前是国护导商。即卖前一个版本是民国61年发行的绿色100块，同款也是国护导商，对该版真期待。收藏它钞票的面值以外，知道它国家的历史或建筑物或什么人物的话啊，如果我们也有一张这种钞票，让人家辨识度很高，然后又非常欣赏喜欢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耀。新台票改版历史为38年开始，迄时阵详细面也是5家是伫咧。为49年开始改版做还的，加入历史的伫咧这张100块，因为头上周边有彩色图案，被叫做大花，享受受众家的欢迎。记者综合报道。回答的台湾总部监视的时，外界是拢正关心哦。第三期新工人寿刊报纸广告，讲因愿意和台北市府合意解约，放弃T17、T18的土地。市长蒋万安表示，已经有和新工人寿见接。也那副市长李树川是强调，市府愿意承担新工人寿这3年来所有的开销。另外，地政局长嘛表示，目标是打算伫咧明年6月初2电脑店和回答签约。正大的标题写化解无局，成就国家公益。新工人寿23大动作，伫咧3大部的头版、看半版的广告，表态讲愿意放手8市区 T17、T18基地，只需要台北市政府甲成本还互因，就会当互回答来进驻。台北市长蒋万安23回应讲，已经和新寿联络做合意解约的协商。副市长李树川讲，除了联络回答，甲因讲上新的状况，对新寿过去的开销，市府拢愿意来承担。怎么样能够很快速的顺利，让新寿跟台北市政府能够合意解约？我想这个是后续我们需要好好坐下来谈。我们没有设定议栏，这一个只要他这个在这3年花费的，包括这一些成本，我想我们市府都愿意来承担。新寿愿意和台北市政府合意解约，外界是密切注意蒋市府处理进度，接落来包括解约、退钱、点交、甲土地收回来，都市计划变更、合并 T17、T18土地，等计算权利金，专案设定回答时间真迫。目前上重要的就是要面对分手费要纳偌济，台北市政府嘛展现诚意，愿意付钱。有面来初估市府的解约金的上限是38.84亿，38.84亿应该是我们的最高上限啦。我们希望说用这样子的金额合理、合法、有据的方式来跟新寿谈这样子的一个合意解约。议员的建议我们一定会纳为我们参考的内容。只要是跟新寿合意解约完，土地点交回来，名字登记回我们地政局，我们就可以跟黄仁勋签约了，对不对？秘书长是不是这样子？我想多方进行啊，不要说一个等一个啦。针对当时会当和回答来签约，王水芬表示，终极目标是明年6月初2的电脑店，为了让回答顺利来接手，台北市政府讲已经用专案来办理，包括都市计划变更、专案地上权拢同步来进行。经济部长景明欣表示讲，因为还未收到回答通知取消委托，已经提供回答土地备案的选项，只要回答会当留伫台湾设立海外总部，经济部拢真欢迎。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知，今仔日是连假的头一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也地处在正风的所在，水气是会较济。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北部和东北部规天是淡过冷哦，既然大台北有可能会上大水雨，也那桃园和花莲嘛会落大雨，气温大约是伫咧22至26度。到明仔载咧，这东北季风减弱，除了北部和东北部天气也是会较凉，中部天气就会较暖和。所来到礼拜，东北季风会个变强哦，所以讲北部和东北部又搁会反冷，拍算会影响到后礼拜3。农业部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的疫情传开，全国5天内是禁止用喷来饲猪。不过外界嘛伫咧关注讲，未来政府敢会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咧？还是讲咱敢有机会像日本甲这款喷来变做饲料咧？农业部表示，若是技术会当授权，咱会组成研究团队来做。另外嘛指出讲，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是允准符合规范用有做过的喷来饲猪，不过就等到这疫情调查结果出来才来决定。
清运人员将一桶一桶的喷为大货车提落来，准备送去焚化炉烧毁。全国5日禁止喷饲猪了后，这喷该由环保单位处理，未进入饲猪场。其中台北市府为协助餐厅、美食家等消化这喷为23到29，免费开放3个焚化炉，禁止烧毁这喷，搁请大程度业者到3港清运。开放我们辖内的3座焚化厂，北投、内湖以及木栅3座焚化厂，紧急的提供免费的销毁处理，减轻第一线厨余清运的问题。变动当然大家会有很多的不方便啦，其实应该很快就适应了。时间短短啊，准大家加开一寡钱，为了这个社会当前期安尼就好啊。因这一摆台湾逼出技术非洲猪这案例，第一阶段全台是禁运禁台5日。未来是不是可能全面禁止喷来饲猪？农业部表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军总符合政府规范的喷用来饲猪，欧平等国家拢是安尼。目前疫调进行当中，会当疫调结果出来才做决定。世界卫生组织的话，它是容许的，你只要蒸煮达90度以上1个小时，而且所有的你彻底来做蒸煮之后，那个是可以饲养。一年台湾的这个厨余的量大概是77万吨。但是一天整个加起来就是2000多吨，那每天都要有如何去去化。农业部长陈俊贵甲联系秘书有理会质疑，医术疫情起因是喷造成，也烦恼非洲猪只全面爆发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陈俊贵表示，相关产业受影响之下，出口金额2000亿。假设爆发之后，会影响整个产值多少？纯粹猪产业的话，大概800多亿，但是关联产业的话，超过1000亿。分析也帮你算过，不止1000亿，可能1500亿，也有可能2000亿。你要制定一个落日条款，归你一来，我们厨余养猪要慢慢退场，怎么样去辅导，把这个厨余转换成饲料？日本的这个技术的是不是可以直接导入到国内？因为厨余的样态可能不一样。对于是不是学日本将喷饲料化，农业部表示会赶紧由专家学者组成研究团队，拿技术研授权，愿意马上导入。记者综合报道。非洲猪只消息逼出来，饲猪的业者成拢真紧张。屏东是国内饲乌猪仔饲上济的所在，因为这乌猪仔惯势饲喷是较济，所以县府伫咧昨有去稽查饲喷的猪条。嘛有猪农希望讲政府会当趁这摆的机会协助业者来转型。穿保护衫的稽查人员问业者饲猪的情况，因为台中出现敢若非洲猪只案例，屏东县政府遂启动防疫，全面稽查县内用喷饲猪的猪条。目前屏东有1285个猪条，大约饲100万只猪，其中有98个猪条批准使用喷。县长周春美指示动物防疫所、环保局与警方组成联合稽查小组，2国2市会完成稽查作业。有98处是检核再利用，可以来喂养厨余的。那我们喂养厨余的头数大概15万头，那大概每天要利用的厨余大概2万多公吨。那相关的厨余这5天都不能够禁用，我们希望能够全面防堵，然后防住这个非洲猪瘟的入侵。周春美讲，喷水是非洲猪只的高风险来源，因此屏东县会全力配合中央政策。不过，毛猪产销班的经营班长表示，猪只的消息逼出来，第一个影响的就是猪肉的价销，第二就是原本使用喷水来饲乌毛猪的业者。屏东县有17至18万只乌毛猪，是国内上济。即马看要怎样帮助因转型饲养的方式。传统上黑猪都是用厨余的啦，所以我们是跟厨余的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啦。那碰到这样，如果后续没有在办法马上使用的时候，那当然对黑猪的整个产销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嘛。那黑猪的数量本来就少了，那如果受到影响的话，数量更少，那对整个产业的影响更大。县府除了加强饲猪场的稽查，也要求学校厨房专门清查猪肉来源。另外，各乡镇清洁队收集到的喷水，嘛暂时停止提供给猪寮使用。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非洲猪只怀疑病例逼出来了后，选择县学校的营养午餐在菜单嘛随对地调整，猪肉是暂时拢无用，改用鸡肉、海产和鸡卵等等来代替，来确保学生的食食安全。厨房当咧无用，学生的中昼顿，
原本菜单顶悬的猪肉嘛改用鱼啊，受到疑似非洲猪瘟事件影响，为着要确保学生食安全，新北县政府宣布，自23开始，县内学生的营养午餐原底有用到猪肉的部分，全部换做鸡肉、海产、鸡卵等等的食材。学校第一个部分会做到检视现在的菜单还有食材，如果有需要做调整的，我们第二个部分就做调整，然后以学生的饮食。然后也不要造成太大的一个不便。利用就是相同蛋白质、营养价值的食材去做替换，像鸡肉，然后鱼丁，然后就是去兑换各种食材，所以孩子们还是可以吃到一样营养均衡的营养午餐。除了学生营养午餐禁止使用猪肉以外，教育局表示，目前学生食不完的食物是交予合格业者处理，卖规定业者一定要加强分类及管理。防止油喷流向市地的业者，确保防疫安全。猪肉的用品的话，我们会尽量请学校以比如说海鲜或是鸡肉的部分来做一个取代。那另外我们也会请学校尽量把厨余的水分沥干，并且配合我们环保局将厨余再送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另外也会请学校我们每日来做一个厨余的统计量，以确保我们的厨余是指定到我们指定的场所。根据统计，全台湾所有的学校一天大约会产生50万公斤的油喷，数量这么多，要安怎安全处理？也成做防疫单位需要去面对的重要难题。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镜头转到国际，缅甸军方进前有派兵去诈骗集团据点之一的 KK 园区，所传出诈骗集团利用马斯克的 SpaceX 因的成立卫星通信服务来甲人诈骗。SpaceX 也宣布讲要切断诈骗中心附近超过2500台的成联服务。另外，南韩国政院的报告显示，上报是有上千名的公民监视到柬埔寨的诈骗行动，也号这诈骗集团一年通赚5800亿台票的黑心钱。晚起会当看到缅甸上大诈骗集团据点之一 KK 园区的建筑厝顶，有画超好亲像成连卫星天线。缅甸军方20日大规模围抄 KK 园区了后，释放2000多人，有不少人走去北平，有的人用行的，有的骑奥多摆，还有人坐伫火车顶逃走。除了释放互人拐去园区的人，缅甸军方阁没收30套成连网络终端设备，证明长期以来有人一直提出警告，表示成连技术互中国来犯罪集团伫咧乱用。尾啊 ，SpaceX 公司成连业务营运副总裁德雷尔伫社群平台 X 大文表示，缅甸好亲像诈骗园区附近，主动侦测超过2500组成连装置，已经中断服务。外媒报道，泰国缅甸边境有30外个诈骗集团伫营运，拐骗全球各地来的人伫做诈骗活动。南韩国家情报院22日提出一份报告指出，柬埔寨差不多有20万个诈骗人员。估计有差不多1000至2000个韩国人，因为安尼卷入柬埔寨境内的诈骗，也甲犯罪园区的活动。 최근 2년간 굉장히 급증해온 상황입니다. 그래서 저희가 조치를 하는 그런 내용들이 그 속도를 다시 조금 못 따라가고 있는 부분이 있습니다. 하지만 저희 중요한 것은 이러한 조치들을 계속 함으로써 네. 今年就有一个南韩大学生伫柬埔寨去犯罪集团虐待杀害，引起南韩人强烈抗议。为2023至2025年8月，差不多有550人互人拐骗、绑票去柬埔寨，其中450人已经救到回来，不过还佫有100人下落不明，互当局提出旅游警戒。 그리고 지금 그 여행 정보 제도 같은 경우에는 현재로는 지금 주요 스케이트보드 단지에서 여행이 유치가 되고 있고 이제 나머지 지역 그러니까 프놈펜이나 시아누필 같은 경우가 지금 아직 특별 여행 경계 그리고 출국 권고라고 되어 있는데. 国政院表示，柬埔寨全国差不多有50个诈团园区，部分园区佫设伫经济特区，也是由非政府武装团体控制区域，互柬国政府佫较歹处理。这个犯罪集团当年获利差不多125亿美金，也就是台票5800亿，相当是柬埔寨2023年国内生产总额一半。所以这原来是当地袂使疏忽的黑色经济体。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 美国宣布要来制裁罗西亚2大石油公司，希望就能源也有经济来逼罗西亚出面超速停战。现在罗西亚是随来公布核武的演习画面，连续2枚空袭乌克兰，上无是造成7个人死亡。另外，乌克兰有甲瑞典买战机来增加战力。
美国财政部公布新的制裁名单，宣布对 Russia 2大国营加民营石油企业做出金融加贸易制裁，市场是有反应，国际油价起价。白宫讲这是改变普京算盘的关键一步。Hopefully he'll become reasonable, and hopefully Zelensky will be reasonable too. You know, it takes two to tango, as they say, and we're going to find out. They hate each other. These two people hate each other. You know that better than anybody, and it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han it should be. 北约秘书长吕特伫咧白宫甲川普见面了，对川普为着要结束俄乌战争所做的努力表示懊恼。美国是讲暂时无考虑提供乌军政府巡弋飞弹，因为训练的时间真长，短时间内无法度形成战力。The problem with the Tomahawk that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it'll take a minimum of 6 months, usually a year, to learn how to use them. They're highly complex. So the only way a Tomahawk is going to be shot is if we shot it, and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在川普取消甲普京的见面了，俄罗斯国防部是公布战略核力量年度演训的画面，包括六支雅尔斯洲际弹道飞弹、甲尖射轻舟弹道飞弹试射，抑个图95MS 战略轰炸机的演训。外界认为是新冠威胁的力量。俄罗斯军队也伫咧战场连续第2暗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官方讲，至少造成7个人死亡，因为能源基础设施被攻击，真侪所在无电，真侪命体甚至幼稚园受到损害。Діти були дуже налякані, вони плакали, ми їх заспокоювали. В одної дівчинки були легкі порізи, я надала допомогу їм. І ми їх виносили просто в укриття і заспокоювали. Вони плакали і, діти є діти, вони кликали батьків. 为了要强化防空加攻击的能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瑞典林雪平参访国防企业，签意向书，宣布要甲瑞典买100到150台西洲战机，验过交机的时间可能要3天。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月底要去韩国参加 APEC， 应该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唔那要来讨论经济贸易的议题，也那台海议题，中国敢会伫2027年来拍台湾？川普是认为讲，中国应该无想要甲代志舞甲乱吵吵。美中两国最近伫高科技、稀土含农产品贸易等关系互相角力。川普日伫白宫面对记者访问的时阵讲，美国找到中国以外稀土的来源。另外，中国面对55%的关税，和暗算11个月1生效的100%附加关税。那 APEC 高峰会期间，美中的领导人来会面，川普认为讲应该会当达成相当的协议。I think we'll make a deal. I think we're going to make a deal on the rare earth is the least of it. Look, the tariffs are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the rare earth. 外电报道是因前任拜登政府和小布希时代官员的话讲，川普拄着中方限制稀土的出口，高关税立场就随软去。不过，愈日的美国学者认为讲，川普第2个任期的外交策略，关税只是达成外交目的的手段，不是目的。It's symbolic of, I think, of a new America that's less focused on free trade. It's focused on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and it's focused on rebalancing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allies as well as competitors. 另外，在台海问题顶悬，真正在20个白宫记者会顶悬，有记者问到中国有可能在2007年对台湾动武。川普认为，以美国的军事和经贸实力，北京当局未想要甲代志武害去。We have the best equipment. We have the best of everything, and nobody's going to mess with that. And I don't see that at all with President Xi.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very well as it pertains to Taiwan and others. 学者指出讲，美国面对中国的竞争，在科技和经贸上拢需要台湾维持现状，阻止中国对台湾动武，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It's an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 in terms of semiconductors and providing those advanced semiconductors for planes and trains and fridges, but most importantly in technology, AI and quantum computing, which is, I think, the real center of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f Mr. Trump would like to outcompete China and have a strong economy, it needs Taiwan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就在川普出访进前，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先到马来西亚，要寻求化解目前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不过，留伫华府的幕僚，上司嘛在草拟新的对策，假使中方坚持造成协议破局，美国准备要推出新的应对措施，包括需要软体驱动的设备，亲像是手提电脑和飞行机的引擎，拢伫草拟的禁止出口的行列。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那今日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
美国总统川普日时暗时开始要来进行亚洲的行程，包括要去到马来西亚、日本，也搁有韩国，嘛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韩国举行双边会。川普表示，阿片类的药物 fentanyl 是头一项的议题。出来，德国的外交部长要伫2日拜访中国，伊对媒体表示，是交伊会促进中国放零对稀土和半导体的出口限制，嘛拍算讲到这会不会伫咧台湾海峡自由流通的重要性。官员乌克兰的跨国监管者联盟峰会办伫咧英国伦敦，首相史凯尼要宣布供应乌克兰的轻型多功能飞弹的试停会提早，今年冬天会照原本规划的加运送140粒。中国要举行纪念台湾共和80周年大会，甚至要邀请台湾各界的代表出席。陆委会是强调政府禁止公职人员参加，也呼吁政党也有个人等等都要遵守两岸的规范，唔通去参加。陆委会嘛讲，中国的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一国两制，都是三位一体的对待政策。目标就是要来消灭中华民国甲台湾这条推进统一，这绝对唔是台湾的主流意义。台湾共和80周年特别教会，暗过对华有机会邀请台湾政党人士统派组织去中国参加纪念活动，是要爱华台湾。陆委会表示，政府已经命令禁止中央甲地方公职人员参加。他们所邀的这些人士，据我们知道，大概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老面孔。当然，这背后都有其政治目的。刚好那个馆长也说他要去参加这个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不知道副处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不觉得很重要好，谢谢。中国国台办之一也提并且说专家，大力宣传所谓的共和活动，佮发声欢迎台湾人去对华看卖。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是表示，因为两华制度差别，反倒当然若是陆委会想要伫为破开校区，恐惊就无这么简单。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脸书是不准进到中国大陆的但是中国大陆的官方机构却可以运用脸书的平台来做对外宣传那对脸书来讲，会不会觉得被占便宜还是脸书的态度就是以德报怨？伊提醒，并且有私信功能，任何个人配合中央的现象工具，提供资料较正确，可能牵涉国安法、国家情报工作法甲刑法，相当会负7年以上有期徒刑。佮讲习近平和国民党新任党主席邓丽文的贺电内底重点已经唔是9二共识，或者是反对态度，是要求国民党新任主席要共同推进统一大业。那这个是我们非常注意的一点，那也是我们要提醒朝野各政党的一点。对中共来说，是你要具体的有作为，在推进统一上面。陆委会表示，政府两岸政策立场一致，维持现状，认为中央所谓的一中原则、9二共识甲一国两制，实际是三位一体对待政策，主要目标伫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推进统一，绝对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要公布上新的全球性指导方针，对美国方为有判会当搁较紧来提供技术和审核证书，比照日本和澳洲等国明确甲台湾列入去。但係國防部長郭立雄表示樂觀看待，另外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通過4項干涉台灣的法案，包括對待軍售的停輸簡化法案，也有含反駁中國扭曲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的台灣國際團結法案等等。因為針對66架 F-16V 的戰機，明年無法度全部交會。駐美國代表如戴雷是表示，美國當地趕進度。中共軍事擴張引起印太區域局勢不穩定。美台國防工業會議都結束，帶來好消息。美國會公布新的全球性指導方針，加速對美國防衛有關技術釋出加審批證書納入台灣，有希望改善軍事安全。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如碧透露，代表台灣甲日本、澳洲等美國核心盟友有共款台股。國防部長郭立雄表示樂觀其成。我們會等這個指引，如果有正式公布以後，我們再來進行相關的跟這些廠商來進行相關的這些合作生產也好，或技術授權也好。
韩主表示，这摆飞机比台主教台湾打造台湾之盾，伊认为应该比更较济，那甚至飞弹系统甲爱国者3型精灵型防空飞弹。有立委也关心，面对中共飞弹威胁台湾之盾，是毋是应加做抵御中共火箭军的解放？郭立雄强调，飞弹防护整合是台币强大目标。是全方位的多层的哈，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整体飞弹防御系统。那反制远程火箭作战应用的策略跟系统结构，当然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建军的方向。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4项友台法案，包含核地法案协助中国侵略台湾、美国台湾美洲友伴甲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核地法案会让台湾甲北约盟友有同款的军事待遇，简化美国对台军事流程，更较紧摕到武器装备。不过，美国欠台湾军备超过6100亿，包含66台 F-16V， 原本明年宣布会到向下出现变数。驻美代表伊戴雷表示，台美军售引擎今夜数字大大下降，美方协会 F-16V 赶进度。It's going to be a little challenging, let's put it that way. But they're doing what they can to try to speed up. Same with other weapon system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re talking about co-development, co-production.Or even maybe technology transfer, so that. 这新式武器到时阵啥物人来负责操作呢？恐惊互国军伤脑筋。国军今年变现比78.6%，比目标80%较低。其中空军的防空飞弹士兵变现比干那41%，空防战略出现混淆、流血事件，变现比无够，除了影响战略，也会提高官兵操作的危险性。各地方回应透过调管志愿役加急，甲各项战斗加急，增加招募率。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高雄的百年国小是全台湾头一间的台语实验小学。因对今年2月开始试验用台语教册，伫咧9月正式成做台语小学，昨有特别开宣布会。目前大部分的是用台语来南华语的双语教学。另外有老师也讲，这半冬来浸水式的教学，无因为用台语上课就去影响到囡仔的课业，嘛，互老师甲学生的台语是哪来哪好。你拄则有偷啉无？你有骗到无？老师用台语教数学问问题，大概2年的囡仔嘛用台语应。高雄路地的百年国小自今年2月开始试上用台语教册，9月份正式成做台语实验小学。目前除了国语、英语这2项语言课无用台语上课，其他亲像数学、社会、生活健康，甚至是体育课，拢会当听到老师囡仔在讲台语。相信经过这半年的浸水式教学，台语拢愈讲愈好。台语课上好耍。为什么呀？因为有时阵考试了会当看影片。啊，你平常时上介意做啥物啊？画图甲运动。做啥物款的运动？棒球。听家长讲吼，因即摆写数学的时阵，喙会豆豆细细念着1个、2个、3个、4个，就是会念出喙，念出声啊。家长就感觉真趣味呢，阮囝会当开始讲台语啊。百年国小成做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无论是学界也是家长，拢有积极甲建议。校长讲，这摆宣布会毋是成果展现，是希望互外界了解学校实际做法。校长强调，老师用台语上课，若当着囡仔台语听毋捌的，嘛用华语搁解说，袂因为用台语上课就去影响囡仔学习。用台语来教数学，用台语来教社会，安尼是毋是影响到囡仔的成绩？其实吼，这点就是讲，嘛要请家长来放心啦吼。不管是用对一种语言来教学科，阮重视的就是学科的知识。这阵学校有3位台语专业师资来加入协同教学，帮助学科老师来备课教册。有老师讲，要学语言环境真重要。有囡仔对原本拢袂晓，这阵也会使讲几句。像伊经过这半冬的教课，就可以家己搁甲台语搁扣倒转来。记者看下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昨是24节气当中的霜降，有真侪甲霜降有关系的台语俗谚。有人是看拢是汉字，毋过说是读无，也毋过咧，若是用台语来读，目的确对当更较了解其中的意涵。嘛，鼓励大家做伙来学台语、讲台语，来考台语认证。
摆是历史节气中的霜降，和霜降有关系的台语俗谚袂少。这3句俗谚的意思，第一句是一年补烫烫，不如补霜降，意思就是伫咧秋天转寒人的这个节气是上适合补身体的日子。霜降风台走去长，伫咧霜降过后，基本上就无风台啊。霜降出无济，空牛犁，意思就是伫咧霜降即天，稻啊若是生无济，代表今年的收成就无好。有人也互即寡台语俗谚的意思考倒，是啥物意思？敢看有大概？啊？敢看有这字什么意思？一年爱补补啦哈，啊，不如哈，意思拢歹补啦。毋过也有人真厉害，三题拢考伊袂倒。因为霜降寒，风台就无啊。啊，这个咧？一年补烫烫啊，可能寒来补较会顾着身体的款。正确。这个台语俗谚写台语正字，有人看有人无啥物熟悉。教育部也鼓励大家会当去考台湾台语认证。每年3月初7、初8就要考试啊！伫咧10月23已经开放报名。教育部也表示，每年的 ABC 种的考试卷拢要全面改做电脑考试。若是6岁以下的囡仔，还是65岁以上的长辈，民国无法度全程使用电脑操作，会当伫报名的时阵，申请特殊的服务。就会当安排该纸笔的测验方式。另外，教育部也讲，对明年115年开始，也会全面改做电子证书，呼吁民众会当来考看卖啊，看家己的台语程度。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国家影视厅中心自17年前就开始做数位修复，统计到113年已经完成101部影片的修复，也有7000多部影片的数位化。中心表示，这款修复片咧，未来通作为创作的参考，也希望讲透过修复，也有保存，通互民众更加认识影视卫生的重要性。小丑与天鹅，1985年朱延平导演的作品。这出电影是1985年拍的《小丑和天鹅》，是演员靠袂了的遗作，嘛是国家影视厅中心修复的片之一。中心到113年已经修复101部影片。董事长讲，有修复的台语片，有一出张帝和杨丽花主演的《张帝找阿珠》。另外，中心阁有完成7000多部影片的数位化，这寡修复的影片也通做未来创作的参考。那胶卷它拍摄的时候，它的保存有它的一个难度，因为它会酸化，那久而久之就变糊化了，变硬块了，所以这些必须要用跟时间赛跑，然后用这个数位化的方式啊，先把它数位化，那再来做一格一格的这样的修补啊，才能够保存。国家影视厅中心嘛鼓励民间甲文物馆出来，同齐来推动影音文化资产的典藏和修复。过来日期就是世界影音卫生日，中心伫咧23举办年度修复成果发表，其中捌演过《看海日记》女主角刘小芬，嘛甲过去得到的奖，也甲为演出的第一出电影《上海社会档案》的海报和相片等等捐予中心。伊讲由国家来保存，伊感觉真有意义。捐赠内部整个的剧照，还有剧照本2本。然后这个是用生命血肉之躯，真的跟那个整个角色去，真的是灵魂的打造，真的是很刻骨铭心，所以我觉得很珍贵。我不容许它有任何的腐化或者是氧化。中心表示，因有甲影音平台 Netflix 合作，希望这寡修复的作品通互更较侪人看到。也若今年世界影音卫生日的系列活动，中心所内也有规划放电影、看修复片、和讲座、市啊等等，希望互民众更加了解典藏保存和数位修复的重要性。记者陈心东、谢桂玲新北报道。台南甘半线部落的西拉雅族人，逐年拢会办夜祭来感谢祖灵。今年本正要传16只猪来办仪式，也毋过咧受到地震的影响哦，是拢改用比高前立足猪仔的形来代替。今仔日夜祭嘛是会照常举行。一只一只的大只猪仔是台南甲巴煞西拉雅族人为着感谢祖灵阿里做一冬来庇佑专工传的大公街头前，甲代表西拉雅白色的布嵌入伫顶悬，进行点滴敬酒仪式，神圣庄严。毋过像安尼画面，今年可能无都看到，因为台中表示可能感染到非洲猪瘟，全国禁止运送猪仔。地势影响到仪式期间要办各地重要民俗、甲巴煞夜祭活动。啊，无直接服侍啊，你无排才会啊。哦，就是恁遮在地拢一定会排啊。有在地拢有。啊，就烧酒饭卵啊。哦。哦，啊，那个行礼安尼。
经过了解，也在拜祭仪式1935年由日本学者用影像记录过。这个仪式是感谢阿里伯保庇一党平安、冇兴愿的意涵。参人来讲，拜天空的性质完全无同。去年因为因做无滴，干那准备3只，今年本正按算有16只，无见我金运灵，伊嘛只好改用比高尺来做麦的形来代替，表达心意。祭司后我的交代吼，就是讲，你会当去做麦滴来代替啦。那麦就是阮俗语内底讲的吼，炊色的这个滋味饭啦。所以其实嘛是相共，嘛好啦。两种无共款的传统文化结合做伙，来这个适应当代这个社会变迁吼，和这个文化都会当传承落。在这一次的希拉雅业绩里面，看到史无前例的3只逼格迪来当成祭品，可以看到台南市在文化资产的底蕴是相当的丰富的。有900多历史的亚洲文化，特色连后面化运动嘛无互人禁止过。这回因为猪仔头一摆无猪通拜，伊嘛讲转换形式举办尔，才会希拉雅族人30天来拍拼争取原住民身份。这摆嘛透过亚洲参大家分享平保原住民族群身份法通过好消息，未来嘛会继续拍拼保存文化。争取权利。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为着要救援野生动物也有保育，所以林保署和南投分署有甲南投草屯的一间动物园来签署野生动物的救护站，未来通替这野生动物来提供医疗照顾。来，让我好一下下，看一下下哦。兽医师温州替目睭受伤的兔仔点目药水。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甲南投县草屯镇一间私立的动物园签署合作意向书，拍算要伫南投草屯救荒遮的动物园内底设野生动物救护站。农业部林保署南投分署表示，这几年因为人为开发甲环境变迁，野生动物含人类活动范围小塌，受伤的状况袂少。拄到迄个创沙，也是路顶伫行的，当阵若去互车搞着，大家联合。那对这啊有紧急的动物呢，咱就请因来甲阮大家人收容、甲阮救援，那会当提高它的成活率啦。可以治疗的还蛮多的，其实一般的野生动物过来，我们应该都可以做初步的处理。那如果比较像保育类的，还是有我们比较不熟的，我们就会后送到特城过去。动物园指出，园区内原本就有兽医师、猫麻醉、开刀、甲照电工加医疗检查设备。进前就捌移植过鸟头鸟、碰刺遮野生动物，未来除了会甲林保署合作，提供动物救护、医疗、暂时收容甲野放评估训练以外，也会做动物保育、救护的电视甲宣导，加强游客对野生动物的保育意识。互咱即个少年囡仔慢慢对即个做野生动物有即个观念要安怎来甲伊保护，像咱今年嘛有诚侪碰刺啦尤其咱遮的鸟头鸟有飞袂晓的时阵会落落来年拢有一只伫这救护。动物园业者也表示，即摆签署合作意向书，代表着政府甲民间对生态保育的决心甲行动力，希望共同守护自然环境，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密世间有一种特有的两栖动物，臀口六角龙，有自体再生的能力，对癌症有免疫力，伫咧医学的研究真有价值。也毋过咧，也有生存的危机所以即马是拍算要来加强保护。墨西哥特有的六角龙是生甲真特别，多边正边三支羽毛形的外齿，呆呆仔的表情看起来真古锥。因规世人拢维持囡仔型，就算已经成年，看起来嘛是敢若细汉的时阵的型，红叫做是幼态延续。因阁有超强的再生能力，就算是手骨、尾瘤，还是器官损毁，拢会当再生。阁对癌症有免疫力，对人类抗老和再生医疗的研究是真有价值。六角龙主要是生长伫墨西哥的帕兹卡罗湖，但是面对真大的生存危机，野生族群可能敢若剩150只尔尔。专家即马嘛在测试一种伫因的体内吸入微型晶片的方法，希望更加深入了解，而且保护这个珍贵的物种。You know, they can regrow their arms, they can regrow. You know, they've got a very unique biology. So we were thinking, well, if we chip them. Is it not just going to push it back out its skin, or almost like the body reacts like a healing process maybe? So we had to validate it by marking them.
研究团队拢总摕80只6角羚摄入晶片，一寡伫英国切斯特动物园来进行，其他伫墨西哥，包括一阵由修理来照护的群体，经过4个月的观察，科学家确认晶片固定甲真好，对动物的健康无长期的影响。即摆要用这个技术来追踪野生的6角羚，了解因伫湖内面活动的范围敢有大，生存状况和寿命等关键问题。Might find that there's a focal area of salamanders within the lake, and that can inform where to focus conservation and efforts for surveying the species. It can also help answer how long they live. 科学家表示讲，6角羚是面对多重的生存威胁，包括过去掠因掠甲伤过度，含外来种的鲤鱼，甲6角羚的卵食掉，破坏生长的食物，含湖的污染等等。目前第一个工课就是扩大现有族群的规模，试讲伫其他的所在定放养，有可能需要5年到7年才会当知影这帕兹夸罗湖会当互偌济6角羚来生存。这项研究结果最近已经刊伫动物园和水族馆研究期刊内面。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22度至25度，中部地区22度至30度，南部地区22度至31度。中部地区22度至29度，外岛地区21度至2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咱后礼拜再会。